西城，你睡了没有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讲吧。传说很久以前，幸运女神呢亲手种下了一株极为珍惜的小草。这个草呢有4片叶子，每一片代表不同的含义。第1片代表希望，第2片代表健康，第3片是付出，第4片是爱情。花语呢就是幸福。传说只要找到4叶草的人就能够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，从此幸福一生。哎，你说我们2个人能不能找到属于我们的4叶草呢？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姐姐，姐姐，起床了。你要去公司了吗？开车小心一点，注意安全。姐姐，今天我不上班，你能不能陪我出去一趟？我好困了，我要睡觉。你看，今天的太阳那么好。我去叫你好吵啊！起来嘛，起来，起来。起不起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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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不起来！赶紧，起不起来！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要找4叶草吗？你昨天晚上都听到了？废话，你那么大声，我想不听见都难。谢谢你啊。走吧。走啊，别愣着呀，一起找。治愈的药，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那个好像是。有那么多的人来快用手机拍照。那么多人你拍我干嘛？拍叶子呀！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优秀！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看来是找不到4叶草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家呀。现在就回家呀？不然呢？你还想去哪儿啊？锦溪，
这就是你要来的地方。没错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直接回家太可惜了。我们爬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休息。哎，跑啊，爬山啊！才跑了半个小时，你就休息了16次，喝了3瓶水。照你这样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？不是，你体力怎么这么好啊？我从小就爬山啊。这种山对我来说是小 case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？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。走吧。哎，我不管，我不走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要休息。贺锦熙，你还说我不行？我看是你不行吧？你说谁不行呢？你呀，我就说你。我就是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下，我怎么不行了？顾西城，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！哎呦！怎么了？哎呦！啊！是崴着脚了还是撅着手了？哎呦，我手没事儿。我看看，这儿啊。哎呀，你慢点，轻点，轻点儿。哎，这儿，忍住啊！你呀，这是平时不锻炼的结果，关键时刻总是容易受伤。那我平时也没有见你怎么运动过呀。那是你不关注我，